喺簡約公屋度啦，睇到即係亦都真係縮短咗公屋嘅輪候時間。過渡性房屋咧，簡約公屋就係呢條隊。咁但係房屋署亦都有3條隊啦，一個又係過渡性房屋啊，亦都有簡約公屋，亦都有啲永久嘅興建公屋嘅階梯。咁我自己睇譬如而家局長有冇大家研究下嗰個過渡性房屋嗰個比例，可唔可以即係會唔會係一個即係檢討嘅時間？即係佢哋係咪直接去套翻落去簡約公屋，即係俾足夠時間去興建而家足夠嘅數量之後，咁過渡性房屋有幾個點咧？譬如呢個將軍澳嘅寶庭居咧，其實係我哋永久嘅將軍澳暖水泳池嚟嘅。咁居民都有反映過一啲意見啦，但係我自己我早排都同副局一齊去食開年飯，咁其實係做到一個好溫馨嘅效果，亦都即係好似局長講，即係有小朋友過渡嘅時候係理順咗嘅。咁但係因為我哋而家俾咗一段時間，就想睇下局方個檢討嘅時間嚟緊喺平衡簡約公屋之餘，過渡性房屋嗰個階梯又如何？咁另外呢，就有冇辦法可以再調減嗰個興建嘅費用？因為好似同事頭先有提過，咁因為成個組裝合成喺內地，咁而我嘅理解呢，可能有啲水管啊，係咪擔心有鉛水啊咁樣，可能就要留翻喺香港安裝，又或者啲消防喉，咁會否係如果即係安裝嘅時候，有冇一啲AI 啊監察系統，可以令到成個組裝合成係徹底喺香港，即係徹底喺內地而減低咗個成本造價呢？就另外恆光街嗰個烏溪沙嗰個範圍呢，亦都即係都係有居民反映啦，即係就住嚟緊你哋都有一個簡約公屋喺嗰個範圍，咁可能就變咗涉及一啲交通資源嘅問題啦。咁區內居民本身就未夠交通，咁希望房屋署亦都可以幫手，即係同其他局方即係加多啲資源俾社區咯。唔該，主席。當議員講提出嘅嗰幾類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同埋傳統公屋，事實上大家係真係相輔相成嘅。我哋當初諗過渡性房屋同簡約公屋呢一類即係短暫居住嘅房屋，其實最主要目的就係我哋睇到以往當嗰個傳統公屋仲要係等嗰啲土地產出啦，咁然後我哋再去起樓需要一啲時間，有好多朋友已經等緊。我記得嗰個輪候人數最高峰嗰時有15萬4千幾。今天咧去到10萬幾，但係都仲有人喺嗰條隊度，所以我哋就好想有啲快速興建嘅辦法，等佢哋等嗰陣時候咧都等得舒服啲，等嗰陣時候咧個生活咧都有尊嚴啲，細路仔2-3年嘅成長都可以成長得好啲，咁就出現咗過渡性房屋同埋簡約公屋。簡約公屋就針對係輪候公屋3年以上啦，過渡性房屋嗰啲咧就係3年以下或者係其他啦。我哋有一個叫做乙類，就係譬如個家庭突然間有啲需要嘅時候呢，佢都可以申請過渡性房屋。隨住簡約公屋個量一路路增大呢，其實過渡性房屋嗰個甲類比例呢，事實上呢係可以慢慢調低一啲，就去幫助嗰啲乙類嗰啲啦，譬如仲係60歲以下嘅一啲單身人士呢一類啊，我哋都聽到嗰個呼聲就係話即係當時係咪可以調校多啲去幫助佢哋？如果傳統排傳統公屋嘅有簡約公屋同埋有傳統公屋一路出現呢，我哋係有空間咧將嗰個乙類比例調較高啲。咁事實上今天呢，我哋都批准咗好多個項目嘅，有啲咧去到8成係乙類添嘅，亦都有啲係6成7成，咁就按需要。咁其實個團隊咧不斷都做緊呢個功夫去做調節，就按唔同嘅地點啦，同埋唔同嘅需要。咁過渡性房屋而家仲多咗個作用就係丙類添。丙類就係當有業主要改裝個分間單位做簡樸房嘅時候，個租戶咧亦都可以用丙類租戶嘅身份咧申請過渡性房屋。至於頭先講個組裝合成同埋係幾多喺工廠幾多喺現場安裝咧？好同意嘅，其實組裝合成法能夠達至一個高質素同埋高成本效益呢，係盡量應該越多工序喺個工廠度發生，然後做好晒先送去地盤係最好。我哋時諗都話，好似做汽車咁去起樓就啱啦，即係你個車出廠嘅時候個完成度係好高嘅，
然後擺落地盤做少少嘅接駁就可以完成，係最好。咁我相信隨住簡約公屋嗰個出現啦，同埋組裝合成法一路路發展咧，呢個咧都係將來部門研究嘅方向。有咩嘢工序可以擺喺個工廠，亦都可以有好多嘅方法去保證嗰個工廠嘅質素啦。恆光街嗰度咧，我哋多謝方議員即係提出呢個交通。其實我哋每次做一啲簡約公屋嘅項目咧，而家喺屯門嘅清福里好，或者當時油博路好，我哋都好注意嗰個交通嘅。如果清福里前邊就有個輕鐵站嘅，咁呢啲我哋相對地放心啲。如果係譬如元朗油博路啊，或者遲啲嗰個青發街啊呢啲呢，我諗我哋就會喺個設計規劃嗰度呢，已經係預留咗巴士站、小巴站，同埋會預早同運輸署呢去傾，加一啲新嘅巴士路線、新嘅小巴路線去服務居民。彩興路都係嘅，彩興路佢本身有個小巴係新加嘅，咁我睇到個服務好好，我成日去呢，發覺啲小巴都好頻密，似乎居民個交通都滿意嘅。多謝主席。